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最近指挥中心讲到校正回归这个名词，可能真侪人强强三无头早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校正的校。一般这一字，咱较常读到的音是校，先带大家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就是国校，也就是咱即马讲的国小。因为日本时代讲是国民校校，甲大也阁受人讲国校啊。第二个词读做校正，意思就是修正。校正回归就是进前逐工新增加的案例，因为进前已经算好确定画到的数字，假使若是搁再倒拍算，安尼过去的数字可能会乱去，这嘛无算是迄一天新增加的案例。所以指挥中心就用校正回归这个名词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最近防疫大家拢真张持，指挥中心逐工公布新增加的案例，另外嘛会公布校正回归这个病例，嘛会统计各校国中、高中学生囡仔和老师画到的人数，全面来掌握病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校的校，另外阁有一个音是校正回归的校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